亚特恒旧山站一台资源回收车咧执勤，驾驶哪像讲向身体无爽快来分气。地叔讲，这个资源回收车失去控制，启动头前的粪扫车，也有民众咧等粪扫未负责，专业伫咧两台车中央，造成一人死亡，侪人受伤。亚特恒市长陈先进表示，会负起责任，厘清原因。监视器画面翕到惊吓的瞬间，桃园旧山区中心路上，民众当咧排队倒粪扫，后壁的主管回收车煞突然加速，直接弄到头前停等的粪扫车。那七位民众就像饼到风夹伫两台车中间，现场拢是惊吓叫声，无片是刷甲跪涂骹，看到民众想起迄当时的经过，犹原是心惊胆寒。听到“砰”一声，我就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完蛋了！一个人被车夹到了。那个回收车的驾驶看起来怎么样？他是昏迷的，他根本就没有停，因为他的东西都在这边嘛。耶稣的52岁姓吴驾驶方发现时，已经倒伫韩都路顶管，失去意识。车失控继续出行的规级的时刻，一名在线的民众看到，无顾危险，直接跳入驾驶座，赶紧将车拍空速，高救手动啊，才阻止更较大的伤亡发生。一看不对，他晕了。我就赶快冲上去，冲上去之后就赶快把档打成空档，打完空档，结果驾驶突然醒了。他醒了之后，第一件事是踩油门，可是刚好那时候我已经打完空档，还好。然后我就赶快把车熄火了。这个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，6个人轻重伤。警方初步调查，野随驾驶酒测态是0，研判亲像天气冷，引起身体无爽快造成车祸。汤局长张先正透明赶去殡仪馆慰问死者家属，除了发放慰问金，也强调市府绝对袂回避责任。不管是伤势的复原，或是后事的处理，我们绝对不会逃避。也在这边代表市府对于这些受伤或是往生者的家属致歉。我们也会把这件事情的原因查得清楚，水落石出，给家属们一个交代。警方也特别呼吁，最近早暗温差大，民众一定要注意自身健康状况。若有无爽快，千万唔通勉强驾驶，以免发生危险的代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